基本伊当翻译吼，在咧绕墙头，你个决然个主厨哦。台师傅吼，他甲料理个咬音吼，阿龙讲喺度节目地。没讲，大家。嘿，唔讲吼，唔系做，你讲唔系讲，你师傅嘅上傅吼，做到当然刀又当师傅，基本用在来讲出来吼，让大家来分享一下。讲故事，讲故吼，所以家下吼，你上台节目讲到法班啊，讲食材会系安样人，他家个班吼按到大中班吼都当有意思。唔讲你讲法班是讲起一团的哦，法班系讲。发到冻酱吼，该爸爸妈妈是咪讲啊？今年哦，大家太白菜哦，太白菜哦，大家太白菜吼，今年下来是发。其实妈妈冻酱，该冻酱该发班冇发起来，系啊，要问爸爸妈。啊，故说吼，是总得声音落去来干扰佢，该冇发起啊，不得了啊！冇发起咯，哟，妈妈面球球呢，像讲今年过年过节节庆有冇？大家做班哦，妈妈面球球。冇发起咯，该两时吼，你做生意也是说，总得讲话，就是不要去跟妈妈讲话，他根本你心情唔好，心情不美丽，发班冇发起咯。你用讲嘅啊，讲善撇哦，唔打，我哋讲过年以前啊，妈妈冻摸汗，摸汗乜嘅打扮，係，哦，同時吃鵝啊，吃鴨啊，吃雞啊，哦。唔是吃猪啦，啊，该生意啊最少是5副啊，冇錯，5副啊，该两班人吃啊，趁前妈妈一手包办，生意帮忙拔鸡毛、鸭毛、鹅毛，哦，嗰當我搞啊，该其實回想會覺得說，較早啊大鄉下時節咯，媽媽後生的時節按摩汗，哦，過年過節咯。现在才回想说，狗年狗节才有那个味道，有那个氛围啊，氛围。公司才你还好摸嘞，摸了。哦，因为你还杜时你啊摸起家都不哈走班，你两个人讲班哦，讲到像你都有感受，像哟，真心的家下俺妈吼走7-8枚黑嘞，你知道拿着那个大竹竿，琼英你知道，连下是用电动的，用吹的啦，该用吹的。那时候啊，妈妈力气不够啊，想用吹的吼，摸白土就很狗讲，万一来吹，哥哥大哥吹啊，说二哥吹啊，他看摸力讲，妈没有力气，摸力的，摸力的系么？提上改过来吹个7-8号几号是，所以你还发生买事情。大摆去老辈吼，系讲去买嘛个财宝啊，嘛个板啊，种类些，俺妈是咪讲？冇事，还用来做呀，冇事。对，然后该东西妈妈会讲哦，叫吼该走天谁走天哦，冬天哦，不过转移的时间比较农闲给时间，摸汗的时间都不好打扮，叫该种的感觉实在很好。所以讲，古说你看妈妈吼，冻什么？不管乜嘅太节日，也係偏充需要，佢會打扮嚟做點心，啊，佢會做啲餅嘅東西，像做媽嗰啲東西，啊，佢會醃製嘛，吼，露改醃製食品啊，所以講佢當然嚟講啊，做農事，佢哋做呢種嘅本做啲充氣類啊，表面嘅東西，哦，凍三蚊啦，凍三蚊吼，哦，所以講古說媽媽吼。你講咧哦，春節媽媽功勞樣，爸爸春節冇功勞。其實哦，爸爸哈比較不會去干擾媽媽嘅事情啦。爸爸春節誒當天也出冇俾人做，冇卡嘅事情哦，大部分誒媽媽來做。因為頭擺農業社會，農業社會都分得好清楚嘛，吼是木下嘅事情吼，江秋木下嘅事情是你講福音假，他甲福音假來負責，吼該做那明年嘅人，轉來是講很好又穩。又辦好些，又辦染好些哈。較早是兩班做了都辦啊，其實係健身啊，天意係嗬本爸爸也係本成員咧，帶出門嗬做點心嘛，應該飯班也係菜包，也係粽啊，也係高水班。也係牛文水，牛文水好好吃，很好食。係當好食啊！牛文水就係講10分鐘，我哋講，我哋唔可以講好咧。哦，我哋講做班嚟講嗬，最少就要做30種啊！客家班哦，讓人回味啊！真是，所以學頭班嗌一個冇感覺講，應該係你係啲客家料理嘅一種哦。是地講啊，過年過節要當到辦好事，你下台咧，你當地講，其實吼，啲客家嘅料理地圖吼，是像阿龍哥師傅講嘅，
板是1/3嘞， 1/3就1/3的是你讲，大白你讲客家料理啊，你们客家菜客家料理系嘛个？其实客家米食，客家米食是你的客家料理就占了1/3。我是N本啦。米食哦1/3，韩国按传统的洗温洗炒啊，传统的菜，咪1/3，还有1/3係乜嘅咧？按腌制物，腌制物係乜嘅？泡菜啦、鹹冬瓜啦、鹹瓜兒啦，韓國嗰種嘅做麻嗰啲東西，春前係按照醬缸料理那個是1/3，一做起來呀不得了啊！當香，我講前菜我嚟做啊，最少咪做200出嚟。200出，你90出啦，就唔算。夾夾到你個阿龍哥咧剖析一下，光個滷嘅醃制料理、醬缸料理是做得做超過200出。咁個講實在咪講到醃制料理，是從係你阿龍哥講嘅。你看阿龍哥這本書哦，特別來講哦，用客家應該習物廚房哦，重點係兩隻詞，食物。好，習物嘛，意思是講從你當多東西咁快睇，然後講介料是已經做農事，做農事係咩出力，出力係咩是讓哦，介料是嘅想法係安樣嘅，所以你當多東西落去滷起來標，去做得標好久，因為講實在話啦，你好習物嘛，你不浪費嘛，對不對？習物嘅2隻詞啊，很多人會解讀講客家人就小氣啊，然後習物哦，像菜頭來講啊，菜頭哦，是珍惜，很珍惜，他珍惜每一種的食材啊，像菜頭來講，佢種喺細隻嘅菜頭啊，冇像你下冇本冇按台挑按醬，佢細挑用冇嘅削皮哦，其實用嘅菜瓜布啊，嘅細槍，其實喺做乜嘅？按照按呢菜布啊，把它醃製起來。是做湯啦，用炒啦，它就可以把它醃製1-2年，春前做得啦。好，按照習物，它珍惜每一種的食材啊。咁個講食材咪好，特別好，我要試到解到從解下阿龍哥講嘅鹹冬瓜，有冇我媽當下做嘅鹹冬瓜剁豬肉？你有冇發現？你樹當都成講經典媽媽味。大擺講到咧客家菜都會講媽媽咧，真是係安樣嘅媽媽煮嘅菜。我大擺總嘅時間我是講媽，我是鹹冬瓜剁豬肉。鹹冬瓜剁豬肉一來吼2碗盤，一下是實體咧。真勁啊，又揚又揚。可是哈，我一點都沒有感覺講，我冇感覺講，原來那是一個這麼棒的獨門技術。我就以為全世界的感應，我的意思在台灣的大感應做鹹冬瓜冇買了不起，我發現吼現在應該係入鹹冬瓜嘅唔曉呢。唔曉，其實佢做特種嘅食材吼，佢純粹用甘青來做。咁講叫一天嘅嗰種嘅配方冇，佢可能幾味啊，一定要乜嘅米條米醬、調油、湯，佢個過程佢會做出來。可是又佢用嘅特擺做嘅，冇乜強用。係，佢要先冇先咩啦？佢用甘青來做啊。要甘青。佢用熱酒啊，是熱香。熱酒熱旺熱香，拿出來可以做乜嘅料理？煮湯啦，脆雞啦，煮湯，春前當好食。剁豬肉啊，當好食嗬。咁個嗬，你兩堂節目嗬，你上堂節目講到，當到客家嘅米食嗬，做板啊、打板、過年過節節慶嘅時節，咁個咧，你下講嘅是你講醬缸文化，你講滷嘅東西。滷嘅。咁個嗬做兩味嗬，有一隻題目嗬，來考你嘅鄉親朋友嗬，其實鄉親朋友挺做啲，咁個當到後生應啲哦。你大白是鹹菜。鹹菜。你華語講酸菜，係嘛嗬？希望你大白講是泡菜，泡菜，嚇華語講你講福菜嘛，嚇。希望我們大白講梅乾菜，梅乾菜，有冇你講鹹菜乾、剁豬肉，嚇鹹菜乾華語講梅乾菜，大家可能唔知哦，它全部是同一種菜，係嘛？這個昨天講佢全部都係強榮嘅菜，其實係芥菜。芥菜、台菜、蔥煙菜，你看這個芥菜咧，有做得做台菜，有做得做蔥煙菜，有做得做鹹菜、泡菜、鹹菜乾。有冇兩篇貼片有講到哦？你看像兩篇貼片有講到，哇，蕭師傅書寫到非常嘅清楚。這邊有冇？你看，鹹菜、泡菜、鹹菜、泡菜落咧，
梅干扣肉，梅干菜。它是同一种蔬菜哎。同样啦，cái晒的过程呢，冇同样处理冇同样的。古时候因较早人哦，我非常佩服他的智慧啊。好，古时候我是学到两本书哦，继续让去做美食书美好，教科书美好，好让现代人呢更了解，好更下地讲。原来吼，你菜菜，你讲청양菜做的按多的变化，较早因是청양菜夫妇啊。你讲청양菜是冻冻的，大把时代伊冻老百姓代用因。天热呛呛，呛呛，哎，都好食。啊，天热呢，往後，天三熱呢，我簽到葱，簽到청양菜去變色的。係啊。哦，較早청양菜。安用喊做得是嗎？是。做得是啦。媽媽講安用凍好食，我講安用像有一些酸酸的。可算是一個問題啊。不用聽凍音的係嘛？哦。較早因是高熱的時節啦，有時咧啊，韓國啊，到天熱、天三熱、天四熱的時節啦，叫做按照溫菜咧。溫菜咧。哦，雞鑊菜很好食。很好食，其實安用講吼，特別個청양菜吼，高熱高節吼，俺唔啲講，你客家人講高熱高節吼是청양菜，係每一家人都這樣不是係，可是因為我們俺唔啲嘛，因為俺是客家。妹嘛吼，都客家種台嘅，所以媽都講哇，高熱是청양菜，每一年上學昂布一定要吃，一定要食。華語講長年菜，哦，你客家人講청양菜，初一食，初二食，初三食，初四食，初五還是청양菜。到15未喊到食。到15喊到食。食到驚嘅時間呢，媽媽就講好咧啦，我哋。春節來割下來，拿去曬，用煲湯去曬，啊，唔係先曬哦，先來滷哦，下課時節啦，該腳哦，因為有香港腳，啊，該下課時節做呢時做乜呢？媽媽咱準備好，從呀台菜咱用車來，咱用嗰啲滷鹽，啊，夾。要丟，要洗腳嘛，要洗腳嘛。哦，該兩是當特別吼，你下個後生人可能冇講過咧吼。天時記前面個客家鄉親聽眾要按用個經驗哦，特別做那些有冇腳洗槍哦，扶落去撿起來哦，所以聽強下老媽媽去丟鹹菜啦。啊，丟差唔多跟20下，啊，是咁腳會酸的。哦，媽媽好嘞。才20下，裝一些怕是腳酸啦。哪有可能人家佢湯汁慢慢出來，嚇，差唔多丟50，啊50下時間，佢講嚇，唔係好哦，叫人變面，就個丟，差唔多丟半點鐘。不過有好處啊，是像阿龍哥講嘅，安樣是因為得到香港腳啊，殺菌，好，佢丟到差唔多半點鐘嘅時間啦，幾時會變嚟？變嗰種嘅，跟住醬缸啲噃，啊。陸香菜是錯的啦。對，變落去那個要睇實股啊，10年，10年，差唔多3年後啊，是實得咧。3年後是實得咧，係，所以大擺吼，當像婆婆媽媽吼，是咪講，兩擺滷的香菜幾香的哦，而且它拿出來吃落水沖一沖，就可以剝一片，你吃吃看，你看下滷的香菜有好食嗎？你喺春前自然發酵，根本不用嗰種嘅防腐劑哦，哦，較早哦。像個浪天來滷咧，嘟吼，唔係講你係天氣這麼熱，你滷嘅時陣係較快。冇唔錯，所以吼，聽呢個阿龍哥講吼，哇，講大阪吼，講呢啲滷嘅料理吼是講唔錯咧。咁個解下阿龍哥又講到哦，是청양菜是到做咩溫菜？你客家菜要時溫時炒哦，大家先聊下哦，等下陣再嚟講。